OK， 米粉，3粒蛋咯，你中意啦，2粒得，3粒得，1粒都得。鹽少少，一匙羹，好重要啊！加啦嚇。冇喐佢，雞條我先放住先。我冇砌先㗎，等佢拍咗先㗎。15分鐘啦，你睇啦，咁啊，幾咁樣砌，咁樣砌，啊，慢慢砌啦，砌油冚咯，啊，係咪？係冇？這是住家的麵粉糕。油最緊要多啊！師傅教嘅，放啲少少鹽落去，係有內心爆嘅，慢慢爆嘅。啊，公魚仔，兩邊好啲啊！爆好咗咪睇到？嗯，倒到呢度啊！哦，精華係冇？咁都好啦，嗯。13歲，麵粉糕豆芽冬菜啊，一鑊熟嘅，好好食嘅。你個湯入邊係有雞殼、公魚仔、蒜米一條愛。咁啊，雞殼用咗咯。蒜米啊，卜起下啦，卜下氣啫。哦。波仔肉啊，你中意啊？波仔藍啲。啊，波仔肉啊，波仔肉。咁放多啲啊，浸個面啊。嚟，我搣咯，嚟，我搣起啊。係熟嘅咁搣嗱，喺度咁易嘅啦。你拉長又得，拉圓又得，你咁樣拉長都得嘅。嗱，係咪咯？但我好快熟噶嘛。嘅啊，熄火啊！嗱，靚女食。紅籌仔，公魚仔 ，OK。學師仔咯，你知學師仔乜嘢都係做嘅咯，洗地乜地，紫菜包咪。佢一間電飯室。電飯室有10幾個人做。有10個啊，學嗰啲嘢，因為有夠學生啊。哦。我係嘢侄女嘛，我係學師仔嘛。一腳踢咯，學師仔乜又話紫菜賣菜，咁我官媽講紫魚粉糕食，放豆芽咯。放豆芽呢啲火幾多啊？豆芽又平嘛，一架你放冬菜嚟，又味好食啲咯，放啲豬肉咗咯，剝少少咯，一鑊熟嘅，一鑊熟嘅。咁樣呢個口味你喺出邊有食過冇？冇啊，出邊冇豆芽冇好似，呢自屋企就經過嗰個自創噶嘛。我叔啊，我嬸啊，知佢咧，我一次煮3幾多個麵粉糕俾我叔啊。我細佬我嬸嚟食啦，嚟支開啦。一次3 kg 麵粉糕。強大啲哦。哦，對，3 kg 噶做，真的。